以前喺香港揸車，經常都會遇到一種情況，就係當你想 cut 線打完燈之後，後邊個司機特登加速衝前，唔俾你 cut 線。呢啲加速衝前封住你個位嘅司機，統稱做督友 L。通常都係唔會讓你嘅，佢一打燈佢就封殺你噶啦。加拿大呢邊嘅司機其實係極少督友呢種壞習慣，但係你揸車嘅時候，如果仍然經常覺得人哋唔讓你 cut 線，有冇諗過其實唔係人哋唔肯讓你，而係你嘅 cut 線方法不正確呢？加拿大呢邊揸車講究嘅係路權 （right of way）。根據 BC 省交通法例，想 cut 線嘅車呢係並冇路權嘅。司機有責任確保 cut 線時候嘅安全，同埋 cut 線嘅時候唔會影響到其他車輛，即係後邊架車個司機唔需要遷就你 cut 線而減速收油，你嘅 cut 線動作先算得上安全，同埋唔會影響到其他車輛。明白呢個原則，就知道禮讓你 cut 線並唔係其他人嘅責任。覺得人哋唔讓你 cut 線，有兩個好常見嘅原因。第一就係打燈嘅時機唔正確，根本未睇清楚你同後邊架車個距離會唔會太近，只係得一或者兩個車身位，甚至喺人哋即將進入你盲點嘅時候就打燈。你以為打咗燈之後，人哋會踩迫收油讓你 cut 線，結果卻係後邊個司機見到車距咁近，誤會你打算喺佢後面 cut 線，所以反而加快速度去禮讓你，佢因此就成為咗你口中嘅督友 L 啦。請問鄭女士對呢點有冇問題呢？清楚明白。第二個常見原因係減速。當你諗住 cut 線打咗燈之後，隻眼就開始專注望倒後鏡，右腳就不自覺提起離開油門，即係收咗油。結果你嘅車速就忽然間減慢，但係後邊架車呢，其實只係維持佢原本嘅速度。呢個時候你望向倒後鏡，就會感覺對方加速衝上嚟，唔肯讓你 cut 線啦。所以當行車暢順嘅時候要 cut 線，有兩大原則。第一，打燈之前應該先望清楚倒後鏡，確定同後邊架車有足夠遠嘅距離先至打燈。對方見到燈號，意識到你想喺佢前面 cut 線，大多數加拿大嘅司機都會維持速度，保持距離，唔會刻意加速去封殺你。另外，cut 線嘅時候應該維持車速同整體車流速度保持一致，唔應該收油以致車速減慢，否則原本安全嘅車距都會變得唔安全。至於交通擠塞嘅時候應該點樣適當地 cut 線呢？我哋留返之後嘅影片再同大家分享。